氣味和色素。對方記得你平時中意飲咩，主動幫你叫。全行一齊行街嘅時候，兩個人嘅手臂不經意掂到，但係冇避開，仲行埋少少。全行對方喺社交平台出 post 秘密地放閃，即係可能影到你嘅少少位咁樣。小甜主動報備行蹤，每日臨瞓之前一定講 good night。小甜嘅都將你哋嘅合照設為電話 wallpaper， 用埋你把聲做佢嘅鬧鐘。酸酸地、怪怪地嘅呢個。如果係唔係用我把聲做鬧鐘嘅話，我覺得都有唔同嘅。但係用埋我把聲做鬧鐘就有啲恐怖。知道你最近忙緊新歌宣傳，好攰，偷偷地放咗啲你中意食嘅嘢喺你個袋。你哋擺㗎？我以為啲驚喜聞到最後有禮物收嗰啲。呢個小甜，我覺得係有默默地為對方做啲行為，但係又唔需要太令到人有負擔，適當地溝通，但係冇控制，因為真係好甜咯。我冇乜經驗有人咁樣嗌，如果係有嘅話就結婚啦先。